好，我哋繼續抽籤。好啦，呢度漆黑魔奶嘅拍檔不停喺度搞事啊！呢個係國際米蘭啊，律斯佢會係對手係8號對手係巴勒莫啊！哦，8號啊！係你啊！好，波爾多斯朗拿度。屌我嚟！啊！我哋都啲抽咗咯。屌21號。屌！波爾多1號。拖連奴。可連奴。我嚟啊！我希望人證抽到3號。3號啊！36號。6號，佢嘅對手係8強線嘅呢邊。咦，皇家馬德里喎。馬。帕爾馬。呢隊係大家記住係一個前領隊七奶嘅標誌，調轉咗啊，老細。唔緊要，你知就得㗎啦。14號。14號會係喺呢度。祖雲。U 飛。影先。祖雲達斯我仲未見到車路士喎，唔通真係3號真係俾我噏中？4號。4號。皇家馬里對祖雲達斯。哇！係有啊，你加油，好窄好窄。車路士。車路士。死撚遠啲啊！屌柒你！行遠啲，撚樣 ！Yeah， 車路士對波爾多。Yes。咁巧啊！我都話啦，我把好靚，你知唔知啊？成日都係咁嘅你哋。我飛燕樂。你想幾多啊？5、9、12。13咯。13。5號咧？ 5號。哇，靚波。5號啊，影先。係唔好意思啊，係5號嚟㗎。即時13啊！即時13話呢邊對 A-set。嗱5勝1和啊！阿靚字。NAC 比達爾新領隊比達係9號嘅。哇！益晒黑鳩啦！仲有一個咩啊？新城。利加度。係啦，等住12啊！加度打啦。好，有